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做下主平安。祈祷。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自集，也献上感谢，互阮透过网络会当自集要来参考伫罗马书第一章26节到32节，恳求主你赏赐阮你的智慧甲恩典，也阮透过保罗伊所伫教示伫当这时，遮个人所拄着的问题，也阮来思想，也特别是即个真敏感的问题，也阮会当来用圣经的角度来去思考，也恳求主你帮助伫阮的生活、阮的生命中间检查阮会拄着安尼的人安尼的代志，求主帮助阮会晓用你真理的假示甲标准来看来接纳所有的人来对待因。也恳求主你当透过今仔日阮的分享讨论来帮助阮更加了解伫圣经真理顶悬的标准阮将用暗的时间来交托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咱今仔日所要读的这段吼会通是讲咱现代人拢会去拄着的问题到底伫圣经的内底伫讲伫保罗伫讲即个部分，到底对伫圣经的角度要安怎来看是讲咱伫现在即个实际的问题、实际的环境的中间，咱所拄着遮个咱要安怎来面对？我想这咱会当透过圣经的原则甲咱的讨论咱来做伙来想啦吼。好，今日的经文毋是要讲真长吼，都是26节到32节第一章的上落尾遮吼。上落尾遮就是咱知影伫第一章开始，保罗伊就开始咧讲着迄个罪的概念，特别是讲着外邦因的问题外邦的问题当然伫这个所在也是牵涉着当初时因的环境啦因的环境伫即个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有一寡物件就会当来做伙来思考来想啦我甲经文小可读一下伫26节，因为安尼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肉欲查甫人甲查甫人通用即个违反自然的性的关系代替甲查甫查甫人这头前歹势迄查某人后壁这是查甫人迄个自然的关系查甫人嘛共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的关系，彼此欲火攻心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效的事的代志结果受到偏差的行为应该爱受的报应啦伫原文的中间咧讲到即个通见效的肉欲伫原文的讲法是我放伫即个所在啦就是讲若阵咱要用较简单的讲，就是讲迄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啦就是讲不名誉不名誉这个字会当安尼来讲，就是讲伊伫迄个部分咧讲到即个即个热情是较负面的讲法，毋是安尼讲看到人做热情迄种的正面的，伊是较负面的用负面的角度咧讲即个代志，所以通常会当讲用即个咱的台语的圣经直接欲火攻心即个所在就是讲伊安尼拢是互欲望冲甲头壳拢戆去安尼迄个意思啦当然经文头前开讲，因为这样子因为安尼当然若讲到
因为安尼就是表示头前有讲的代志吼，就是咱进前咧分享的吼啊，因所拄着的问题，因所行的遮个无好的代志吼，所以因将来会去拄着上帝即个刑罚吼，啊，这是伫今仔日咱所看即个27节即个所在才有讲着啦吼，所以。因为头前咧讲这个原因，过来因咧要描述伫当世时的人所犯的物件所以头前咧讲因追求迄个自然律，因相信这个自然律甚至咱现代有一寡无信论的人，因认为讲这个世界无有上帝无有神明。只有自然律家己伫迄个所在咧运作，因相信安尼啦对我来讲因是无相信咱咧讲的上帝，但是因将自然律当做因的上帝你听因的话啦因相信自然后壁有一个力量咧管理，迄就是因的上帝。虽然伊讲伊无神论啦伊只是无甲迄个力量超越自然、管理自然迄个力量当做上帝安尼尔所以咱对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就是讲，伫迄个自然的后壁有一个上帝咧摄你，迄个概念其实是相通，只不过是因否定迄个概念、迄个权柄是上帝咱大概知影因对思考的即个角度安尼啦好。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因认为无有上帝因为安尼，因就开始来去做因家己认为对的代志因认为因爱的代志这什么代志？就是伫经文特别是26节咱看到即个所在因就做这个代志，然后咱看到迄经文甲咱讲上帝处在因放纵啦经文伫中文的意思讲，上帝任凭他们也是讲咱咧讲上帝已经放弃因啦，感觉因袂价值啦安怎讲拢无法度英语就讲God gave them up， 就是已经放因去其实这毋是保罗第一届讲伫咱看到耶稣的即个譬喻的中间伫路加福音15章咧讲到迄个浪子的故事的时阵，咱就看到，当迄个细汉囝5亿甲伊讨财产的时阵，迄个老爸的做法咱讲这个老爸是譬如做上帝嘛这个老爸的做法呢，伊就是将财产就分互因啦平均分互浪子甲大囝其实咱若注意看迄个。圣经耶稣的譬喻中间有几啊摆前无偌久的咱的经文每个途径的中间有讲到迄个十个仆人10个仆人的中间有人做真好的代志有人做这真贫惰的代志，敢若迄个领5000甲领1000领2000领1000迄共款上帝就互人家己去做这就是后壁我搁加出来这个资料昨昏互咱了，我有搁重新搁看搁加一寡资料，就是讲这个部分就是咱会看到讲迄个一个自由意志伫迄个所在自由意志另外一方面嘛讲到自由意识，特别是咱讲人文主义抬头了后咱咧讲人的这个自主权一直去用扩张啦咱之前也捌听过讲迄个广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咧追求即种的角度啦即卖的人，特别是即卖少年人大概即种的概念，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伊拢无咧尊重你的啦伊就安尼做但是事实上，自由意志是上帝互人足大的一个福气这真大的福气，就是讲，咱会当对圣经，无论是对创世纪看亚当就好啦亚当上帝创造伊的时阵上帝敢若规定一个物件袂使，所有的物件伊拢会当自由
决定要安怎使用。吼，咱若倒转去看到上帝甲亚当甲夏娃摆伫咧爱甸园内底，上帝讲法就是安尼啊，只有即个物件你袂使，其他诶都拢互你，看你要怎用拢会使。好，咱搁进一步讲。当上帝创造这个动物带来到伫亚当的面头前的时阵，上帝毋是来讲啊，这个叫做狮，即只叫做虎，毋是诶。上帝讲你甲号名，所以上帝互人有真大诶自由意志，甲咱会当自主权啦吼。咱讲诶自主权安尼吼，是毋是？咱若看到阿伯拉罕吼，我记阿伯拉罕，上帝呼召伊，讲啊，你对我行。伊嘛无讲你着爱安怎对我行，你着爱安怎做，要去倒位吼，爱讲计划一堆，啊，你拢袂当南出来无吼。咱去看着阿伯拉罕去到迦南地，看着饥荒安那，伊着家己决定要落去埃及，上帝嘛无甲主动诶吼。上帝互伊足大诶自由伫迄个所在吼，伫迄个所在。啊，这就是咱咧讲迄个自然，然后人将即个福气稳定当作理所当然，啊，迄就会出问题啦吼，迄就出问题吼。所以咱会看讲，虽然因讲因追求即个自然律，但是因却做一寡违反自然。这是保罗伫即个所在咧讲诶。因将保罗定位吼，男性甲女性诶关系是一个自然关系，违反着即个关系，就是叫做反自然。吼，这是保罗咱伫今仔日的经文所看到的吼。啊，所以27节就讲因吼欲火攻心啦吼，因就是吼欲望来赢过所有的理智，来违反着自然的关系啊，即种的做法吼。啊，这是啥物话？伫经文讲这是见效的欲啦吼。嘿，即个是讲无不名誉啦吼，啊无介阳光吼诶代志安尼啦吼。迄个表达迄个意思就是讲，因将迄个欲望来超越过咱讲伦理道德，还是讲对真理的教导吼。大概是安尼的了解。对26节诶后壁面到27节。伊咧解说着即个违反自然诶性诶关系到底是啥吼？当然，而且咱搁较明白咧讲，保罗伊无赞成同性同性诶即个性诶关系啦吼，同性诶欲望吼，嘿啊，伫即个嘛是诚做伫近代吼，伫教会也是讲伫社会咧讨论。同性问题诶中间常常会去用引用诶经文吼，会去用引用诶经文啦吼。好伫原文诶中间，就是讲迄个欲望是原文诶意思是迄个热情吼，迄个热情超过着迄个标准诶时阵吼，咱讲欲望安尼啦吼，所以超过着正常，超过着自然诶即个范围。就是已经欲望超过过啊！吼，保罗是毋是将即个做法吼，即个超越自然、违反自然德诶即种诶性诶关系、欲望诶即个代志，定位做是叛教吼，叛教。这是伫经文内底吼真严厉，也是讲足清楚的一个概念安尼啦吼。所以咱伫即个所在讲，因违反伊就是讲违背着伫信仰内底即个真理的标准哦。伫照讲就是讲亲像安尼咧背教。咱知影伫天主教的时代，就是讲还未咱咧讲宗教改革进前吼。咱着定定看到讲某一寡即个主张爱教会改革的，某一寡咧追求一寡科学研究的，拢去互教廷吼，甲判伊做是异端吼，着女的叫做女巫吼，即种因拢认为这些人是拢背教，亲像咱伫10月底咧讲到10月26号咧讲到即个改教即个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其实马丁路德
当初时嘛被认为是叛教，吼。马丁路德进前，阁一位是捷克的宗教改革家，叫做 John Hus 吼。伊嘛是安尼，因为安尼来顺教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咱嘛无一定讲，教廷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吼。但是伫迄个圣经的原则内底，就真清楚，违反着真理的原则，就保罗嘛是用安尼咧讲，这就是违背叛教违背真理的一个的准则啦吼。所以要将来27节你讲，将来要面对的结果是啥？就是讲你家己所选择要行的这条路，你就爱家己去面对啦吼。咱真侪时阵伫圣经内底，拢用审判这两字咧讲吼。我较无爱用审判，我较爱用判断啦吼。因为审判对于咱的汉字的了解是比较负面的，但是上帝的判断是无一定是负面的，伊是照咱所做的，甲咱判断，会可能互咱想，嘛有可能互咱发吼。所以伊是较中性吼，较中性吼。所以我比较爱用判断这两字来做这个的翻译啦吼。好，因的结局伫32节后壁有提出来吼。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6章23节咧讲到迄个这个罪的结局就是死吼，罪的结局就是死吼。咱大概就知影这个概念啦吼。对保罗咧论吼，特别是伫罗马书咧论这个罪甲罪性的时阵吼，伊的思考是足清楚吼，是足清楚伫这个所在吼。这是到27节吼。28节讲，因既然无要真正认捌上帝，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出在因伫26节开始已经出现第2摆啊，吼。就放任他们哈，上帝就放任任凭，中文讲任凭他们啦吼，就是讲，互因家己去做安尼啦吼，出在因吼，伫咱台语的讲法是安尼吼，出在因吼，就任凭他们吼。好，因既然无要承认真正认捌上帝吼，所以保罗伫遮咧讲的足清楚的就是讲。你真正捌上帝的人，你就袂去做拄则第26节咧讲这个代志吼。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人，就是上帝已经互因家己去心思败坏啦吼。心思败坏意思就是讲，毋对，你嘛会甲讲做较对啦吼。无应该做的代志，你嘛会感觉讲我就感觉是安尼，所以伊就用这种的角度去编然后家己去做去面对安尼吼，无要接受到迄个真理的标准啦吼。好，无认捌上帝的人，保罗说表达就是讲，这个同性欲望的人，就是这无真正认捌上帝的人。这是保罗伫这所在所咧讲，伊迄个字句是非常清楚的吼，非常清楚。所以上帝就搁出在因去吼，咱伫头前已经有讲着吼，任凭他们吼，任凭他们，互因家己去行因家己选择的路啦吼，互因家己去行因家己选择的路。这就是讲，有个人讲上帝放任啦吼，其实牧师认为讲这个放任较违背伊原来迄个意思啦吼，就是讲就是伊家己去家己要选这个，所以上帝吼讲也讲袂听吼，就好，就你要去就互你去拄看觅啊吼，去拄看觅啊安尼吼。所以伫这所在，咱大概知影。保罗伫26节到28节已经讲2摆啊，就是讲这个人真坚持要行偏差的路，上帝就放手，互因家己去面对，去碰吼，去碰安尼吼。好，咱若准讲倒转来用迄个浪子的故事来看啦吼，伊老爸知影伊的囝还未成熟，但是当伊的细汉囝甲要求要爱讨财产的时阵，伊就甲财产分互伊，
互伊家己出去面对。但是咱毋通袂记着，伫耶稣的譬喻的中间，即个老爸是逐工伫咧门口咧等伊的囝转来，所以这甲放任是无共款哦。放任是虾米人放任呢？咱若对圣经来看吼，放任就是亲像以利的两个囝，吼，以利的两个囝，伊就是放任伊两个囝伫圣殿内底乌白来，迄叫做放任吼。所以牧师伫遮感觉讲，若准有翻译做放任，其实是较无啥适当啦吼。就是讲，咱大概知影讲，上帝放手，互因家己去面对，但是上帝的心思是望因会当倒转来吼，伫这所在吼。好，心思败坏意思吼，就是讲因的心已经偏离啊吼。咱知影伫犹太人咧讲到罪的概念是啥物货？讲到罪的概念就是，你若写钱写无着红心，有偏去，你就是得罪上帝啊！吼，所以伫遮讲心思败坏，就是完全无照着上帝的真理的方向去做的人，吼这就是头前咱讲的，讲遮的欲望所带出来遮的行为安尼啦，吼。好这个希腊文的文字游戏吼，我就无用较侪时间讲，就是讲，互咱大家知影，就讲伊有迄个押韵伫诶啦，吼，甲迄个意思放伫这头前吼，伫这所在伊用迄个押韵啦，吼即摆嘛足侪人足够写迄种有押韵诶字词诗词安尼吼，我想这就是保罗伫这所在嘛，去显出讲伊即个伊的文字，伊的能力真好啦吼。我小可念即个尾音啦吼，这叫做 an， 叫做 an 吼。这是希腊文念 on 吼。这希腊文念做 en， 叫做 an， 所以伊用 an 做字尾，伫即个所在来做一寡文字游戏，来甲伊。即个意思甲斗做伙安尼吼，我想咱台湾嘛有真侪即种诶，即种即种俗语话吼，讲法吼，这咱就因为爱倒转去伫希腊文诶研究中间，你读了较有意思啦吼，大概咱了解就好啊啦吼。好。29节到31节咧讲着因充满逐项的不义、歹心、贪心、恶毒，满心嫉妒、谋杀、斗争、奸诈、阴谋，讲较正片的话吼，诽谤、怨恨上帝、侮辱人、骄傲夸口、制造是非、忤逆父母、无明理、无守约、无情、无怜悯。好。所以离开上帝真理，毋是简单头前遐尔定哦，佮后壁遮所咧讲遮是拢总是即内底敢若一项讲着甲上帝的关系，其他拢是甲人的关系啦吼，就是遮怨恨上帝啦吼。但是你毋好想讲佮敢若一个甲上帝有关系，若照伫信仰的标准来讲吼，所有的遮的代志，就是拢违背上帝啦。遮拢是啦吼，遮拢是违背上帝吼。好，咱亲像咱咧讲，大鼻王甲伊的将军派出去外口战死，为着贪伊的即个将军的太太，吼伊要甲带来做某，伊有犯着上帝的罪无？有啊，上帝甲交代讲你袂当杀人啊，伊就照刀杀人，对无？吼伊即个贪别人的某，吼佫啥物？佫有犯奸淫，这拢是忤逆上帝，吼，拢是忤逆上帝。共款，这嘛是拢是啦吼。牧师有找有几啊个经文，拢讲着这个负面的代志吼，就是讲这个人拢离开上帝的真道，自甘堕落，吼，自甘堕落，所以。伫遮的品格，遮的个性，吼伫经文的中间，咱会当找着足侪哦，吼，比如讲《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吼伫这所在，牧师有用这个吼，伫后壁
后壁诶经文内底嘛有啦吼，我有一寡经文吼，放伫遮，互咱来看。因为讲，伊这义人甲罪人即中间诶差别吼，即有不法诶、不法诶、无虔诚诶、犯罪、无清气诶吼，爱乱即个世俗诶吼，杀父母诶吼，甲杀人诶，这拢是吼。即内底佫讲着吼，青蓝色这就是咧讲着头前咧讲26节、27节遮所咧讲诶代志吼。好，做假见证啦吼。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2节、第5节，这嘛是共款，咧讲着这物件吼，嘛是拢拄则咱有看到的吼。比如讲爱钱财啦、自夸啦、这个癫狂啦吼、放毒啦、违背上帝啦吼、忘恩背义啦吼、心无圣洁啦，等等这的吼，拢是甲今仔日咱所看到这经文所咧讲的意思是共款的，这拢是离开上帝的真理吼，心思已经拢偏去啊吼。伊讲，即种诶人，你着爱闪开啦。意思是安那？因为即种诶人拢违背上帝嘛。对基督徒来讲，咱着袂当甲因三甲做伙行吼。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到第8节嘛是爱共款。你爱治死恁伫地面上诶肢体，就是啥物诶？就是淫乱啦、污秽啦、邪情啦、贪恋啦，恶毒啦，贪恋甲拜偶像共款哦。咱注意看吼，贪恋甲拜偶像共款啦吼。咱就知影讲，伫圣经的标准哦，咱真清楚啦吼。上帝受启要临到伫遮悖逆的囝吼，伫这内底伊保罗真清楚安尼咧讲吼。可能捌做过，但是保罗劝勉伊着爱弃绝遮一切的事吼，一切的事是安怎弃绝？因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保罗咧讲，恁着爱弃旧换新，将遮会旧的物件来放掉，然后互咱的性命来改变，行伫上帝真理的道路顶悬，甲上帝相甲行，亲像米迦书的经文咧甲咱讲的吼。好，加拉太书第5章19节到21节，情欲的事拢是真容易看见的，到遮吼。奸淫啦、污秽啦、这个邪动啦、拜偶像啦、邪术啦、怨恨啦、求仇啦、竞争啦、这个嫉妒啦、等等这的，咱会看吼，过来结党啦、纷争啦、异端啦、这拢是咱爱去禁止、咱爱去避免的这的代志安尼吼。好。以弗所书第4章31节，保罗这所在也去讲着一切的苦毒这个怨恨生气、喧闹、诽谤，一切恶毒的，拢着爱对恁的中间除去吼。这保罗讲真清楚，伫基督徒的信仰性命的中间，这拢爱除掉。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到第10节，伊咧讲着这个器官换新进程，就咧讲着这个世上一切这的物件，恁拢爱安那离开啦吼。哥林多后书12章20节到21节，伊讲我惊我过来的时阵，看见恁袂合无这个合一啦吼。而这所在嘛咧讲着，因有纷争的代志，有嫉妒的代志，有受气、激动等等的遮，伊一直咧强调遮。所以咱会当大概看咧讲，遮尔济的经文，遮尔济教会，遮尔济基督徒，因的问题有相款无？拢相款啦。是安怎相款？这甲迄个希腊、罗马因的即种的文化所造成的，足有关系啦，足有关系这就是咱就知影讲，因当这时的人，拢会拄着即种的代志。比如讲，罗马书13章13节，伊讲你做人着爱端正，亲像伫这个日时安尼过来伊嘛是去讲这物件嫉妒竞争啦、好色啦，这拢
佮共款咧讲着遮物件，所以会当看着讲当初时诶社会就是安尼，因诶可能因诶即个偶像诶崇拜，嘛会带来互因即种诶文化会种即种诶文化，所以遮诶无好诶代志，基本上拢是一个怨恨上帝诶人诶一种做法啦伫原文希腊文诶意思是讲邪恶诶发明者啦邪恶诶发明者就是讲毋但是遮个歹代志尔佫会当发明一个足侪新诶离开上帝诶道路安尼啦邪恶诶发明者，咱通常来讲，这是撒旦诶就是共款伊伫圣经原则就足清楚，你无伫行伫上帝诶道路顶悬，你就是甲撒旦行做伙甲撒旦行做伙，大概伫即个所在，共款诶迄个意思啦共款伫31节嘛，共款佫有即个文字游戏我伫即头前诶前言时阵有小可讲着这是 OUS TOS 这嘛是GOS 这无要紧，这咱大概知影就是好啦保罗伊伫即个希腊文诶文字顶悬，伊足有伊诶能力伊是一个真有学识诶人啦咱大概知影讲，伊着照安尼，伊着会去用一寡较趣味诶方式写互因当初时诶人会通去记起好，32节讲，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诶判断，做这诶代志诶人应该死，因毋若家己做，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好，来，因虽然知，就是讲，遮个人拢知影伫真理诶标准到倒，因却家己无爱做，毋但安尼尔，佮阻止别人做家己去做歹，佮赞成别人嘛做歹这就是伫保罗伫面对罗马教会，特别是咱知影罗马诶人，就是伫一个国家诶首都内底是足有财力、足有地位、足有知识嘛真济诶混乱伫因诶内底因当初时就是拢有遮诶物件会存在会存在比如讲伫当初时候迄种所谓的公共澡堂我连讲我会找图片互咱看，因诶公共诶澡堂就是呢即个大会厅内底有公共澡堂因着伫迄内底拢是脱体脱体伫内底做伙洗身躯伫迄内底也有即个咱知影迄个伫旧约犹大伊诶囝死了后，伊诶第二个囝爱去娶伊诶新妇，结果伊诶囝嘛无要照圣经诶教导讲，着爱互伊诶阿嫂留因阿兄诶后代，伊条工无爱无爱了伊嘛死去了犹大着无爱互伊诶第三个囝伊诶第三个囝嘛爱死去，所以讲等伊大汉诶时才过来讲即个婚事，结果犹大无照安尼做嘛头仔尾着去做啥？去假做迄个妙计着甲犹大发生关系这个经文咱就知影讲，当初时拢有即种伫迄个公共场所，即种诶叫做妙计即种诶物件伫因诶世代，伫古早诶世代，因看起来介像真自然，但是迄拢毋是圣经所教示稳准，也是讲欢喜诶代志伫迄内底，特别是伫咱讲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足侪即种咱讲伫迄个庙宇内底有迄个男妓嘛有女诶拢有遮个问题，所以才会造成今仔日伫经文咱所看到遮个背景会走出来会走出来所以咱伫即个所在也搁一摆来对圣经来去看啦去看因知无？因拢知伫圣经诶教导内底，因拢知上帝嘛，甲亚当夏娃甲伊讲你袂当做即样代志，伊知影，
但是阿东夏娃嘛调底去做调去做安尼吼。所以将来就是爱去面对上帝公义的判断了照上帝公义的判断就是照咱所做遮的代志这个中文的译本讲照上帝的命令上帝就命令这个阿当夏娃袂当食但是伊就调故意去食就是安尼咱知影。所以照着安尼判断了后，将来会去拄着刑罚拄则讲着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是保罗伫罗马书内底一个足清楚的一个概念伫迄个所在上帝起初对亚当嘛是安尼讲你毋通食的日子你一定死这个死是咧讲啥？这个死毋是讲迄个性命的死，毋是安尼尔听，其实是咧讲着甲上帝的关系不见了不见了所以咱伫大笔的诗篇中间，咱定定会去读着讲，求你毋通对我黄你的面对上帝对咱黄伊的面，就表示咱甲伊分离，表示咱无搁再有圣神的活命伫咱的内底，咱就死去安尼这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灵性上面的啦所以圣经伫这个内底来讲着不但安尼，而且佫安怎安尼就是咱知影讲，因不但家己去行歹，佫赞同别人去做安尼咱嘛倒转来看阿当甲夏娃啦夏娃去互这个撒旦引诱的时阵伊不但家己想要做，伊佫去招阿当做伙来犯罪，违背上帝。我想这伫咱的社会的中间不时会存在啦好，安尼今仔到遮，有人要问什么问题无？还是有要分享的？敢有？牧师，我加油。是。嗯，不晓得，适不适合这样问哈？就是说，其实就像牧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一段经文特别在讲，就是顺性的当做逆性的来用哈。其实从经文，不管我们每一次看怎么看其实那个不管是顺性逆性，其实指的就是同性恋的性行为这件事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在罗马书上，我觉得是不需要再去争辩太多的。但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包括在我们的长老教会，我们也有同光教会嘛，所以他们可能会用另外的方式来解释这段圣经。对，当然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就是在不管是不是弟兄姐妹，他只要是同性恋的，我们当然是以爱为出发点，这个大概我们都了解也知道。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啊，那我也觉得这是合理的，而且也毋庸置疑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落入一个冲突你又要爱他们，但是你又好像必须容许他们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我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假设是有同性的相关的这样的问题，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弟兄姐妹或是牧师您的看法是什么？好，以上。好，谢谢。这我就说了，这个经文是非常敏感的了特别是现代人咱拄着的毋知有啥物人想要回应无？好，无我来讲一寡我拄着的代志啦我2009我到美国去牧会，我是受美国福音信义会的
聘请去美国圣地亚哥那边牧会啊。那2009年在美国的宗教界发生一件大事啊，无论是在信义会也好，或是在长老中也好，都是碰到同性恋的问题啊。他们不是在讨论同性恋可不可以哦，他们已经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同性恋能不能当传道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结论？我跟你讲，就是没结论，到现在没有结论。好，那两个教派都受重伤，两个教派都分裂。当然就是说，在讨论的这个当中，主流的教会开始开放。我们说，信义会有这个福音信义会，它是比较 liberal 的，比较开放的我曾经跟一位同性恋的主教一起守过圣餐，这是我的经验了而且是他主持的圣餐，那我要不要接受？我要不要接受？那你对圣餐的认知就很重要了。圣餐的认知不会是因为主持的那个人而有改变。圣餐是你在领受上帝给你的恩典。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不要守圣餐？这个思考了好，回来，我认不认同同性恋？我不认同。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跟刚刚其实江友哥已经有谈到了，我们要接纳这样的人就像耶稣基督在跟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讲话一样嘛。罪性跟人是两个是分开的。耶稣基督接纳这个犯罪的妇女，他说有没有人判你的罪？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丢他，就大家发现我都有罪，所以一个一个溜掉一个一个溜掉。好，那耶稣没有说那你没有罪没有。耶稣跟他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意思我们用比较现代的说法说我嘛不被判你刑啦。但是后面耶稣讲一句话，英文叫做 sin no more， 不要再犯罪。他有没有犯罪？在耶稣的眼中他是有犯罪的，但是因为他亲近了耶稣，耶稣赦免他没有给他判刑，但是告诉他不要再犯罪。好，那用这样的观念再回来，我们面对同性恋的追求者，无论是弟兄姐妹也好，同工也好，我不能因为你是同性恋，所以我跟你拒绝来往。这是我自己的角度啦，我自己的角度对对，我们就常讲说，就是因为因有需要嘛，耶稣讲的讲，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罪人才需要被赦免嘛，义人是不需要被赦免的所以很多自以为义的人就没有上帝那用按的角度来讲，就是讲我们要不要跟这一些人相处？我想那个答案也很清楚了，这是我的态度，我的了解啦。这样有没有回答嘉佑哥的问题？有部分，但是对，我比较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大部分我觉得就是同性恋的议题演变到现在，他们其实有很多背后的美化嘛，就是所谓的美化，他们就是其实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啦，对，好，就我们没有错，不要用罪这个字也好，他们他们有会觉得这是自然。好，对，假设都是自然，都是上帝创造的，然后就越他已经不觉得是罪，那其实这段经文用在他们身上似乎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自然的情况。但是就说
呃，那甚至也有人说，哎，保罗那个时候又不懂我们现在的这些科学证据啊，或什么之嗯嗯类的哈，嗯，就有演变成有一种挑战圣经的感觉了哈。是没错。这个部分我就有点不太能够接受了。嗯嗯那怎么在这当中，我又要坚我的坚守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可能是比较古板一点啊，或许是这样。我一定是比较偏向就是主流的想法的，但是现代的有很多的想法，而且是越来越多哦，去淡化了，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顺性当逆性用的一个，就是违背自然的，那嗯他嗯嗯反而把它讲成是自然的，这个嗯嗯，让我觉得我很难，反正你不知道就是我的坚守只能在心里，而不能显现。这个是我觉得我在这段经文上面还蛮痛苦的地方，大概是这样。OK。应该是说经文没有给你痛苦，是现实给你痛苦了哈。对，好像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讲真理的话的时候，我们好像变成弱势。哦，对，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些人就变成强势。我非常了解你的情形啊。其实像我们在美国的，无论是我所属的这个美国长老教会也好，或是福音新义教会也好，我们这种比较坚持像保罗在说的这样的神学思想的人，我们反而变成是被晋升了。哦，被晋升了，我就好像不能讲这样子啊。我大概了解你的想法，不过就是说，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教导，我会非常清楚表达，甚至我在跟人家在分享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非常清楚，就像我刚刚表达一样，我的信仰立场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愿意跟我有这个交往的关系，我可以接纳。但是也不会因为说我要跟你交往这样的关系，我就降低我的标准，认为你是对的。我不可能，我无法接受我自己这样子，所以我会这样子表达啦。啊，表达完之后，伊要搞我当做敌人，要当做朋友，爱得出在意啊，这是我的态度啦。哎，对我也知道很痛苦。哎，哦，还有没有？好，我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如果真的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有这样性倾向的人来说，就基本上是会沟不通的了哈。会有不一样的立场的想法会出现哈。不过就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我们所理解的自然律哈。那刚刚嘉豪哥在谈到他们说啊，现在科学的印证哈，但是你注意看哈，他们在讲科学的印证，他们都举某一种虫、某一种动物在讲人，人就是人哈。有一些动物，上帝就让它创造，它是雌雄同体，雌雄同体跟同性恋没有关系哦。哦，那我有时候你会听到他们讲，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注意再这样分析下去，其实真的是不通啊，哈，真的不通。不过我们大概了解了哈，了解啊，在信仰上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必须要坚持的一个部分的哈。那因为现代的因为媒体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就很容易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啊，然后就变成都很自然啊。现在越多人越来越多人都这样子啊，所以都没问题啊。我相信当时候索多玛、俄摩拉也是这样嘛，大家都这样子，他们就认为是对的哈。这也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危机了哈。对啊。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原则来去思考了哈。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人是人呐哈，我们要关心人，即便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认为他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接纳但是对于我们认为错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有坚持对这个蛮困难的哈，蛮困难的。对，呵。
啊，无就今仔日来到这吼啊，下个礼拜五因为要跟松年团去阿里山那个叫哪里啊？叫少主的部落哈啊，所以礼拜五晚上我就不在这边，所以我们下礼拜也停一次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现代的社会，在面对许多的是非，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跟标准，但是我们愿意回到主你的圣经的原则对错的事情的坚持，对需要关心的人的热情，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用你的标准。来看来接纳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每一个人的朋友，但是也在圣经的真理的原则上面能够站得住脚。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讨论、来分享，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难题的时候，能够有你的智慧，就像你跟你的学生所说的，我们不用担心要说什么，因为圣灵自己会启发我们，我们应该要说的话。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Amen。好，多谢牧师，嘿，多谢，多谢，谢谢牧师。多谢牧师。晚安。晚安。